小姐您好，请坐。小姐你好，请坐。小姐你好，请坐。你好，我可以向你请教。好，我做的同抢高。好，我做的同抢高有关小孩教育的问题吗？有关成人的教育的问题吗？有关成人的教育的问题吗？好的，好啊，好啊。请问您有特定想要了解的部分吗？请问有当想要了解的部分吗？请问有当想要了解的部分吗？我儿子要上小学了，我来也爱读小学的，我来也爱读小学的，考虑让他在家自学，考虑本地的沃卡吃喝，考虑本地的沃卡吃喝。我能透过什么管道了解相关资讯呢？我做的对哪位来得到相关资讯呢？我做的对哪位来得到相关资讯呢？哇，俗话说，竹要嫩时折，子要幼时教。哇，人讲竹爱嫩时活，子爱幼时教。哇，人讲竹爱嫩时活，子爱幼时教。提早就来辅导自学，很好。提早就来葡萄吃好，当好。提早就来葡萄吃好，当好。我为您接听教育局同仁，我老天花专本教育局的同事来談，我老天花專本教育局的同事來談，請他們用電話和您說明，請記得用電話來同說明，請記得用電話來同說明。請稍等，請等一下，請等一下。您好，敝姓王。好，小香王。好，小香王。很高興為您服務。當歡喜同服務，當歡喜同服務。王小姐，你好。冯小姐，好。冯小姐，好。请问您是想了解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部分吗？请问你是想要了解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部分是吗？请问你是想要了解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部分是吗？是的，我的孩子准备要上小学。是呀，我成人呢准备要讀小學。是呀，我成人呢准備要讀小學。請問要如何申請在家裡自學呢？請問怎樣的申請第五卡次項呢？請問怎樣的申請第五卡次項呢？我們現在實驗教育的申請已經線上化，一下實驗教育的申請已經線上化。一下實驗教育的申請已經線上化，您可以在網絡上搜尋台中市個人實驗教育申請及審查網。做的題目如何？請到台中市個人實驗教育申請可以審查網。做的題目如何？請到台中市個人實驗教育申請可以審查網。在申請網站裡面註冊賬號後，提申請網站檔口註冊賬號以後，提申請網站檔口註冊賬號以後，媽媽您就可以開始撰寫申請計劃書，秋周的開始寫申請計劃書，秋周的開始寫申請計劃書，和小朋友一起討論新學期的課程，同小朋友共下討論新學期的課程呢，同小朋友共下討論新學期的課程呢。小姐，謝謝你的詳細說明哦。小姐，什麼說明都按詳細。小姐，什麼說明都按詳細。不客氣，有任何問題，歡迎您再來詢問。唔是生意，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再來詢問。唔是生意，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再來詢問。謝謝。按姿勢哦，按姿勢哦。